是五数诗作上述第一首按照插阳，这个用是华语写的，中文华语写的，都是我用华语来念一下哈。水田是镜子，照映着蓝天，照映着白云，照映着青山，照映着绿树。农夫在插秧，插在绿树上，插在青山上，插在白云上，插在蓝天上。上述这首诗在诗人赞编当有名，也是当重要的作品。华语诗名按到插秧，客话按到饲养的，我就讲思田。这首诗总共10句，每句的诗数就是50字，总共50字，分作2段。作者运用排比的书法来加深越复杂的记忆同想象。第一段感觉是静态的描写，同水田当作一面镜的，这样多的是蓝天、白云、青山同绿树，这是诗人的视角对高到大的描写。这位描写的是3度的水田，将水田比论作镜的，在镜的地度反映出来的是蓝天、白云、青山同绿树。这种自然的点睛的画面，正是显示在复杂的目前。第二段是动态的描写，使人想象农夫、耕种人这个饲养的，在简单的像镜的水田上，用的是在水田上，没是在绿树、青山、白云同蓝天上。这段是对群到人的描写，就像四田的人对脚下开始思起，出到远远的地方。这首诗从静态的描写到动态的结束，营造出和谐的画面。虽然是短短的2句，10句50字，就能看出诗人在创作这首诗的时节，用理性的、自信的书法描写静态的同动态的画面。这画面是大人，是客家人长期的丘陵地、冈山、冈田的写照，也是三排田上四田的精准的描写。这首诗发表在1960年代。主流的赞编诗人的诗集绿血球，没主流的同时集太阳、蝴蝶花之外。因为这首诗简短浅白的特色，没本人主流到国小课本地度，增加这首诗同一项大挑点睛的诗人赞编的知名度。